跟住到第15條就牽涉到一啲比較深嘅 geometry 啦。咁首先佢俾咗 AC 比 BD 係3:4我哋啦，而 P 同 Q 都係 midpoint 嘛。咁所以我哋一早已經知道咧 BQ， 我寫咗 BQ 下面嗰個三角形先啊，同埋呢一個 DQ 咧個比例都係1:1嘅。咁既然佢哋個比例係1:1，我知道三角形 DQR 嗰個面積係1:2。咁呢兩個三角形呢，我意思指呢一個三角形同埋佢隔離嗰個 BQR 呢三角形呢個面積係一樣噶嘛。咁所以隔離嗰個呢都係1:2啦個面積。OK， 咁即係我計到呢綠色呢個三角形呢，同埋黃色呢個三角形個面積一樣嘅。咁另一方面呢，我亦都會睇到呢 AR 比 RD 嘅比例㗎，係咪？因為我頭先講咗 P 同 Q 都係 midpoint 嚟㗎嘛，咁即係 AP 比 DQ 比 DQ 咧都係3:4，咁即係AR 比 RD 咧都係3:4啦。我呢度就寫3:4。咁如果我知道呢個比例係3:4之後呢，我就可以揾啲三角形面積嘅比例啦。Area of 三角形 ABR 同埋 Area of 三角形 BRD。OK，ABR 呢就係呢一個嘛，咁另外嗰個 BRD 呢就係呢一個三角形嘛。咁你見到呢兩個三角形呢，其實佢哋個高呢都係等於呢嚿㗎。我或者畫翻喺呢一度啦。佢哋兩個三角形咯，我當個高都係呢個係高啦，我當係 H 啦。咁所以 AR 嘅比例同埋 RD，AR 比 RD 嘅比例呢，就直接等於翻佢哋嘅面積比例㗎啦。咁所以呢，佢哋個面積比例呢都係3:4。咁頭先我哋計到呢三角形 BRD 就1:2乘2嚟㗎嘛，咁所以我而家會揾到呢三角形 ABR 其實就係3/4乘翻頭先嗰個1:2再加1:2啦，因為黃色加綠色嗰兩嚿面積加埋嘛。咁所以呢一度我會計到呢個面積呢係168嚟嘅。168呢就係呢一度嘅面積啦，三角形 ABR 嘅面積。咁最後我而家係問緊你呢一個 quadrilateral 嘅面積嘛。咁所以我只不過將呢三楷嘅面積加晒之後呢，減翻1:2就做到㗎啦。咁所以個答案呢，我寫成係 ABQR 啦。係個 quadrilateral 個面積嘛，其實就係168加112就得㗎啦。咁所以個面積呢係280嚟嘅。咁即係個答案呢係 boy， 個答案係 boy。OK， 咁至於下面嗰條就牽涉到 quadratic equation 啦。不過因為我容易啲表達呢，我就將條 quadratic equation 呢寫成大街 ABC 啦。咁如果呢個係 y 就係 ax 二次方加bx 加 c 咧，我而家對應翻條式咧，即係呢一條式啦。咁 A 就係-1啦，大街 B 就係細街 B 啦，大街 C 就係去嗰條式嘅細街 C 啦。咁我哋必須要知道咧有個 axis of symmetry 嘅，有條對稱軸嘅。咁呢個咧我根據翻佢呢條式咧，就應該係等於-B over A 㗎嘛。咁我見到呢一頭呢一個 A 係-1嚟㗎嘛，咁個 B 就係細街 B 啦，咁所以係-B over -1啦，咁所以我計到呢個係 B 嚟㗎。咁好明顯你會見到呢個 B 係細過0㗎，咁 B 係細過0呢，咁即係有機會個答案係 C 或者係 dot 啦。咁仲有啲乜嘢睇到呢？我諗我哋仲會睇到呢，就係嗰個y-intercept 啊，即係呢一度，即係如果我濕 x 係0咧，你會見到呢個係 c 嚟㗎嘛，咁所以你會見到個 c 咧係大過0㗎，咁呢個好容易睇到啦。咁所以我再加埋個 c 係大過0咧，咁即係個答案應該係 dot 嚟嘅呢一條。